下吧。独眼龙，你终于肯和我对话了吗？错了，是我们2个。夏侯渊，小子，就算你是魏王的后代，我也没允许你直呼我的名字。本以为有着许褚典韦，你可以好好与其周旋一下，结果这场战斗你却如此意气用事。如今已被铁戟刺穿，命不久矣。我很好奇，这并不是你的作风。我更好奇，你们为何愿意见我？只因为我们在你被刺之前，听到了你的一句话，一句让我们倍感兴趣的话。这么说来，你们愿意帮我？帮你？我们有什么好处？不帮我，你们又有什么好处？曹延平，我明白你的想法，你想让我们的魂魄与你融合，从今往后听你的差遣，同时借此来恢复你损伤的肉身，对吗？只是，你看这片火海，如今我们已成了这儿的王，所有恶鬼皆听我等号令。就算你死了，咱在这片地狱依然过得逍遥自在。我们为何要舍弃自己的自由，去救一个似手非手的毛小子呢？回答我。夏侯惇，你的志向就这么点儿吗？在这片污浊混沌的地方称王，就是你所要的？这还是当年与曹公驰骋天下的虎将。火池的外面，有着远大于你们期望的东西存在。说下去。在许褚典韦愿意助我之时，剩下的5个都拒绝。那时的你们说我觉悟不够，与其说觉悟不够，不如说各自所追求的信念不同。只不过如今，我多少也能理解你们的想法。如今的冥界，霸权者腐败，不知有多少野心家想移天易日。就连外来势力也对这个地方充满了野心。曾经的我，只想随着性子行事，或多或少也憧憬着当个英雄。可到头来，眼前的却是各种算计与排斥。在乱世，英雄可不是这么当的。不错，当你有了实力，才发现骨子里真正的想法。告诉我，如今的你到底要什么？告诉我！你问我想要什么？天下！我要先拿下这个镇魂剑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才是我们要的答案。当你口中说出天下容不下2王时，我便知晓你的野心。只不过这英雄，你照样可以当。在乱世之中，谁能够统一天下，谁他妈就是英雄。小阿蛮，你有我们为你卖命的资格，就让我俩成为你的武将，看看你有什么能。